News 快啲嚟，請介紹一下你自己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沙田 DMA 嘅威廉。最近 Adam Audio D3V 好好賣喎，點解嘅？係啊，因為呢隻 Adam D3V 都算係品牌上最細隻有源嘅監聽喇叭嚟嘅，無論放喺房間或者電腦台上面咧，一啲都唔佔位，而且連接方面都仲好簡單添。點解咁細隻咁好聲嘅？因為 Adam D3V 係用咗兩路分音嘅設計啦，採用咗3.5寸鋁質嘅低音單元，以及1.5寸嘅 DART 氣動式高音單元。體積細細，音頻響應都做到45到23000周赫茲嘅表現。咁呢個表現咧，想唔好聲都幾難啊！咁細隻喇叭，低音夠唔夠？呢一隻 Adam D3V 咧，喺每一個音箱嘅左右兩邊都加設咗兩個3.5寸嘅被動式嘅低音單元嘅。咁佢嘅優點就係能夠補償翻中頻嘅飽滿度啦，同埋低頻嘅衝擊感。而且音箱嘅背後亦都根據翻用家嘅聆聽空間作出一啲調整啦，譬如係擺放嘅位置或者係台面大細等等。呢隻喇叭有冇藍牙？呢隻喇叭雖然冇藍牙功能，但亦都有一組6.35mm TRS 嘅平衡輸入，同埋一個 USB-C 嘅輸入界面。用家就係需要用 USB 連接到電腦或者手機，就可以享受到高傳真度嘅表現㗎啦。而且質素方面咧，比起無線藍牙嘅連接咧，仲更加好聲添㗎。係咪好抵玩？呢隻喇叭梗係抵玩啦！ Adam D3V 無論喺各方面嘅表現，包括同類型嘅歌曲或者睇戲，都可以做到監聽級嘅標準。我會形容呢對喇叭係發燒級嘅有源電腦喇叭嘅。咁而家嘅定價都係2350蚊。咁聽講國內好似炒到要3000蚊人仔喎。